今晚歐霸杯決賽，弗賴堡硬撼阿士東維拉，全城買晒維拉大勝。但係我哋嘅 AI 模型卻俾出咗唔一樣嘅睇法。Gemini 話全網散戶被3條線洗咗腦，艾美利4奪歐霸嘅光環，英超碾壓德甲嘅財力，維拉上週4-2大炒利物浦嘅士氣。但 Gemini 同時挖到一個硬核情報，維拉雙核中場卡馬拉同奧納納同時缺陣，蒂勒曼斯一個人頂2個位，下半場體能必然出問題。佢最終判斷維拉贏波，但比分唔會高。Gemini 預測維拉1-0，推介小 2.5。ChatGPT 直接把莊家條數算死，佢發現 over 2.5喺 Pinnacle 開出正水加104，正常大球應該係負水，而家開正水，即係莊家唔怕你買大球，因為大球大概率唔會出。再睇讓球盤，維拉實力明明可以讓1球甚至1球半，莊家偏偏只可以讓0.75，低讓球數係為咗保留弗賴堡爆冷嘅空間，一旦和局或者弗賴堡贏，讓球方向嘅散戶全數賠莊。ChatGPT 預測維拉2-0，推介小 2.5。DeepSeek 用數據講嘢最冷靜，佢追蹤到2個盤口移動，維拉讓球從-0.5爬到-0.75，over 2.5從-112到+104正水，2個方向一致，代表聰明錢係做空大球，機構資金已經悄悄流入小球方向，散戶卻仲係反方向狂奔。再加上歷史數據，近5屆歐霸決賽全部喺3.5球以下完場，4屆喺2.5球以下。決賽唔係聯賽，雙方都會踢得極度謹慎。DeepSeek 預測1-1常規時間，維拉點球晉級，同樣推介小 2.5，3個 AI， 3個角度，1個共識，小 2.5。如果你都想用 AI 降維打擊莊家，掌握真正聰明錢嘅去向，即刻關注黑哥，加入公開群，每日3至5場深度機密分析，等你嚟拆局。